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布利架街一間分層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呢，就係為大家介紹加多利山裏邊一個布利架街一間分層嘅單位。物業就喺1956年落成嘅，大廈冇 lift， 只係行幾級樓梯就到咗單位啦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1464尺，經過走廊位之後呢，就到咗長方形嘅飯客廳。飯客廳嘅面積呢都相當闊落嘅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太子道西一帶嘅樓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2套嘅間隔。首先就係望下呢一間套房，呢一個位置就係屬於單位嘅睡寢區。望返嘅呢都係太子道西 Sky Garden 嘅平台花園。另外已經係預留咗位置係做書台。業主就係將一入睡房呢一個位置間成為衣帽間。套房浴室係呈長方形嘅，係用旗杆嘅設計。第二間套房一入門口嘅位置已經係做咗一大排嘅入牆衣櫃，之後呢，就到咗主人房嘅睡寢區，可以擺到一張大型嘅雙人床，而且仲有一個特定嘅衣帽間。套房浴室同樣採用旗杆嘅設計。呢一間客房呢就冇訂做到任何家私，客廁冇窗，採用旗杆嘅設計。一入門口呢就已經係見到廚房㗎喇，兩邊呢都做晒櫥櫃，有充足儲物同埋備餐嘅空間。廚房入邊呢，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依家呢就係擺咗張上下格床，工人呢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